Hello， 大家好，我係梁宇中文。咁今日咧就嚟做翻個 giveaway 啦，就係呢一個作文嘅一個免費課程啦。咁呢份筆記咧係我好耐之前嘅時候一開始教補習嘅時候整嘅。咁咧亦都可以當係第一個課程啦。咁主要係講作文嘅呢一個課程。咁同時之間咧，你可以當係咧比較上係一啲基礎啲嘅知識。咁會唔會好詳細咁深入去教點樣寫一篇作文呢？都會嘅，而會有3篇嘅範文啦。咁我會解釋下點解會咁寫啦，同埋點樣去寫得好啲嘅。咁主要就係3篇文章。咁大概就係咁，咁咧，我唔知道呢一個課程啦，教到出嚟咧會係有可能幾長啦個時間。咁我係唔知嘅。我盡量咧就會睇翻係啦，就係教幾耐就會有幾多堂，就係咁。咁首先咧，我哋呢一堂咧，OK，就講一講解讀一下我哋作文嘅一啲基本嘅知識先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咧，我哋咧作文嘅時候咧，正常情況下啦，即係我講高中嘅題目咧，係分咗3條題目嘅。咁第一條咧，我稱之為咧，即係佢1、2、3題 ，OK。依家就係 Q2、Q3、Q4 啦，但我都接翻第1題、第2題、第3題。咁先第一樣嘢啦，我幫佢哋界定咗少少嘢先嘅，即係我當傳統嘅形式就係會咁出。OK， 先第一題咧，我會稱佢為時間限制題。時間限制題，何謂時間限制題咧？即係我唔會話佢係一定有時間限制啦，我會話佢咧係一定有限制，一定有個場景俾你，有個處境俾你。例如啲乜嘢咧？例如可能就係校服嘅資訊。OK， 你要寫你嘅第一人稱係校服，或者可能係啲咩呢？就係這一句話我會記上一輩子。OK， 你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你要講明，即係如果你要扣題，你一定要寫明話，喂，呢一句嘢係啲乜嘢呢？同埋點解會令到你記上一輩子？點樣橫跨你成世，令到你記住呢？呢一個呢，我會稱之為呢有限制嘅題目。有限制嘅題目，唔一定有時間嘅，可能有場景嘅，但我稱之為時間限制。但可能因為呢，就係可能會突然之間嗰條題目就係話那一刻我為之蛻變，或者可能係那一刻我明白了責任的重要性，或者那一刻我明白了勇敢的重要性。咁呢，可能佢會俾一個時間你嘅，俾一個處境你，就可能嗰一刻，或者可能係嗰一日。OK， 咁呢啲就係比較古早啲，即係比較以前年代啲嘅題目啦。但係咧，我都稱之為第一題咧叫限制題。咁第2題咧，我一律咧就叫佢做開放題嘅。何謂開放題咧？就係我哋可能要幫嗰隻字眼去定義一啲嘢嘅，例如係啲乜嘢咧？例如禁區、隱藏或者係得不償失。OK， 咁呢啲題目咧就比較開放性啲嘅，佢冇乜點樣限制係咯，冇乜點樣限制，咁就嘗試要自己去諗一諗啊，喂，點樣寫比較好啲呢？點樣去扣題呢？即係扣題嘅嗰個開放係比較多開放性，咁所以咧呢一個位咧係好容易寫，但係同時之間亦都好容易離題。OK， 咁呢個我稱之為第2題啦，即係開放題。咁第3題咧就議論文，咁咧我唔會講議論文嘅喺呢一個課程入面，我主要咧就會講第1、第2題，純粹就係想講一講咧，喂，第3題咧一定係寫議論文嘅。即係傳統嘅情況下，佢唔會咧突然之間第3題叫你寫一啲處境題啊，唔會叫你寫一啲即係開放題啊，叫你寫故事，佢唔會啊，佢一定會寫議論文嘅。咁大概就係咁。咁我主要咧就會講 Q1 同埋 Q2 嘅呢一個課程。咁所以議論文咧我係唔會講住嘅。好，咁咧依家咧就講一講啦，就係限制題咧同埋開放題咧，佢哋嘅寫法咧係有不同嘅。咁我接下來咧就會拆解佢兩者嘅不同啦。咁但係拆解不同之前咧，首先第一樣嘢我想講一講咧，就係我哋作文啊有啲乜嘢嘅即係我話必備嘅元素啦。OK， 所以第一樣嘢啦，我哋寫記描書嘅時候，我哋一定要分咗佢有一個 pattern， 有一個脈絡啊，脈絡，我會稱之為脈絡嘅。何謂脈絡呢？我哋睇一篇文章嘅時候呢，或者聽一個故事嘅時候，我哋會好重視啲咩呢？好重視起承轉合。即係我可能覺得，喂，我哋而家都唔係真係寫 official 咁寫個故事，我哋寫一個考試嘅作文題目喎。點解我哋會諗去寫起承轉合呢？但係其實起承轉合呢，正正就係構成咗你考試作文嘅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元素，最重要嘅元素。咁但係我哋考試我哋就唔係好強調起承轉合嘅，我哋強調啲乜嘢呢？我稱之為呢，嗱，我哋記描書，我哋查一查隻字眼先。記係講啲咩啊？記敘。
描係講啲咩呢？描寫分為咩描寫啊？景物描寫、人物描寫，最後就係抒情嘅部分。好啦，咁首先第一樣嘢，記敘係講啲咩啊？記啲事情點樣發生啦。描係咩啊？描寫人物，OK， 描寫人物嘅細節啦，描寫景物嘅細節啦，寫個環境出嚟啦。咁抒情好簡單啫，抒情咧我分咗兩個部分。抒咧第一樣嘢當然就係抒情先啦。第二樣我想講嘅係抒理。何謂抒理咧？簡單啲嚟講，我嘅定義咧，即係我依家教學生咧，我都係咁教嘅啫，就係話我哋寫一篇記描書，寫一篇考試作文。OK， 同你平時我哋睇嗰啲咩小說啊，即係我哋可能會有唔同嘅小說。我覺得睇書係冇乜重要性嘅，即係如果你係中六嘅情況下，係中五嘅情況，我覺得睇書對你嘅幫助冇乜用，真心。但係呢，我而家講嘅就係我哋抒情之外呢，我哋要抒發一個道理。我哋寫一篇文章，寫一篇作文呢，就好似寫一個寓言故事。OK， 寫一個寓言故事。例如我哋聽狼來了啊，狼來了呢個故事教咗我哋啲咩啊？教咗我哋嘅就係誠實嘅重要性啊嘛。咁我哋同樣情況下，我哋考試嘅時候，我哋都只不過係換過一個方式去寫一個新嘅寓言故事，去講一啲道理出嚟咯。例如啲咩呢？例如好簡單，我哋寫一個親情嘅題材，我哋點樣寫到一個比較正常、比較高分嘅一個男二呢？好簡單啫嘛。最普通、最大路嘅就係咩啊？就寫你忽視照顧咗父母咯，忽略咗親情嘅偉大咯。OK， 最後點啊？經歷咗一連串嘅故事，經歷咗一連串嘅轉折之後，你明白到照顧父母嘅重要性，明白到明白到親情嘅偉大咯。OK， 咁其實你要記住一樣嘢就係我寫記描書嘅時候呢，我哋唔好淨係齋記事、描寫人物、描寫景物同埋抒情，真正嘅重點決定你高唔高分。係個道理，所以你要假設一樣嘢就係，我哋寫一個文章嘅時候，一定係要點啊？一定係要諗下你成篇文想表達啲咩先。OK， 你唔可以當佢係一個小說寫，因為我哋而家唔係文學啊，我哋係中文，依家係一個中國語文科，唔係中國文學啊嘛。如果你中國文學，可能嗰種寫法係可以擺到落去，但係當你寫緊一篇中文作文嘅時候，你就唔可以用文學嗰種方式，即係唔可以用太多文學嗰種方式寫落去。OK， 好啦，咁繼續講。咁首先咧，繼續講埋啦。何謂文章嘅脈絡呢？簡單啫，其實嗱，記描書最重點係咩啊？就係記事同埋情感抒發。OK， 咁我哋寫一篇記描書，我哋一定要有事件嘅敘述啦，有情感嘅抒發、交錯安排啦。簡單嚟講咧，即係我哋點樣鋪排文章。我哋透過個結構設計咧，去增加文章嘅吸引力同埋深度啦。咁咧，以下咧我就會講每一段。嗱，呢個每一段數咧，只不過係我建議嘅啫，即係唔一定係要跟隨嘅。OK， 唔一定要跟隨。咁我就講一講每一段咧，我建議點樣寫。OK， 即係我話俾你聽，我寫一篇記描書，大概個架構係點咧？所以第一樣嘢咧，我建議咧，或者我最常嘅寫法咧，就係寫倒敘引入嘅，即係點咧？我會將個故事嘅結局、故事嘅關鍵畫面啊，放喺開頭先。點解要擺喺開頭度呢？其實就係好簡單啫，製造懸念咯，製造懸念。OK， 即係簡單啲嚟講，我哋開始寫嘅時候，我哋唔好按住成篇文章嘅起承轉入去寫先。我哋試下將個轉嗰個位擺喺開頭度。即係簡單啲嚟講，我哋開始咧，我可以講啲咩呢？就係我望住一個盒，突然之間呢，我就諗起一啲嘢啦，然後就開始帶入去個回憶嗰度，再慢慢交代翻嗰啲情節嘅安排，咁樣會比較好啲嘅。就好過你開波嘅時候呢，直接交代，喂，你咁即係好簡單，即係你好似寫日記啫嘛。你寫日記，寫日記係寫俾自己睇嘅，但係你唔會加個倒敘入去個日記嗰度噶嘛。但係如果你掹走咗個倒敘嘅時候，就好似寫緊日記，即係我哋而家係寫作文，唔係寫日記。OK， 你寫日記寫俾自己睇，但係你寫作文係寫俾人哋睇噶嘛。OK， 所以你就將個關鍵畫面、將個結果、將個轉折啦，我會話轉折會比較好啲。嘗試下將個轉折放喺文章嘅開頭度先 ，OK， 咁會比較好啲嘅。OK， 引發讀者好奇心啦。例如呢個例子啦，望住眼前嘅呢一封信咧，我嘅腦海中陣陣思憶速遞決堤，將捲入記憶嘅漩渦。其實唔係正正就係，喂，你睇呢句嘅時候，你會好奇一樣嘢，好奇啲咩啊 ？OK，highlight 出嚟先。呢一封嘢到底係講緊啲乜嘢呢？OK， 呢一封信到底講緊啲乜嘢？
你要諗一諗呢樣嘢，OK？你就好好奇啦，咁之後你咪會繼續睇呢篇文咯，OK？所以我成日都話咧，我哋作文嘅時候咧，我哋要異地而處多啲嘅，我哋要諗一諗咧，喂 marker 佢嘅諗法係啲乜嘢？即係想象下咧，首先第一樣嘢嗱，如果我哋係考試嘅作文，考試咧，我哋嗰啲卷咧，其實咧係對老師嚟講係一個好大負擔嚟嘅。因為點解啊？因為佢要拎翻啲卷翻去屋企度改卷，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佢哋唔係淨係喺學校改卷噶，佢哋翻到屋企都仲要加班。你想象一下啦，佢一個人改百幾份卷，嗰百幾份卷，你個開頭唔有創意啲，唔引人入勝多啲嘅時候，你點樣吸引佢睇落去呢？係咪先 ？OK， 咁所以第一段嘅鋪排係幾重要。咁但係我嘅一個 skill set，我就建議倒序引入嘅，倒序引入。OK， 好，咁第二段啦，就好簡單啦，就係記住事情啦，記住一下你點樣開端啦，按翻你嘅時間順序去交代事件嘅背景、人物、起因啦。咁我建議你咧就係點咧？即係第一段咧，其實有樣嘢要注意一下嘅。咁咧，我留意到咧，就係好多學生咧，佢哋會點咧？就佢哋好中意咧，將開頭咧鋪排，加好多鋪墊入去，或者講好多人物嘅細節。但係其實咧，前面啦 ，OK 嗱，如果我哋以一個 marker 嘅角度去諗 ，OK， 其實佢點樣評定你篇文呢？即係簡單嚟講，嗱，我哋去認識一個人之前呢，我哋係會睇人哋個樣先噶嘛，OK， 睇人哋嘅衣着先啦，睇下佢夠唔夠正經啦，定係佢係咧揩揩地咁咧？我哋諗一諗呢樣嘢先。我哋睇人嘅時候咁樣睇，即係我哋有一個 first 嘅 impression，OK， 咁但係我哋而家諗一諗啦，作為一個老師，你點樣令到 OK 人哋吸引到你作文，或者係老師點樣去睇你篇文去決定你大概個分數呢？就係你頭幾段同埋最尾幾段 ，OK？ 佢中間嘅內容呢，其實係唔會睇晒嘅，OK？ 唔係唔會睇晒，即係唔好仔細咁睇啦。但係一開始同埋最尾嗰幾段呢，佢一定會睇。點解？首先講第一段呢，就係開始引入啊嘛，即係倒序引入啊。咁第二段呢，就係講啲乜嘢？點樣令到 marker 對你有一個好嘅印象呢？就係你交代嗰個故事嘅起因，喂，可能個 marker 覺得，喂，你個故事都唔係好符合個題目內容嘅啫，咁之後就影響咗對你篇文嘅觀感。所以咧，第二段嘅時候，記得好清晰咁話俾佢聽，你大概嗰個人物背景係啲咩就足夠啦，唔需要交代好多鋪墊嘅。你喺第二段嘅時候加太多鋪墊啦，你只會令到佢覺得點解要加咁多設定呢 ？OK， 唔需要，其實你好簡單。OK， 即係如果你上面嗰段你係想引入一個回憶嘅時候 ，OK， 就盡量唔好加喺個回憶入面加太多枝節啦。OK， 呢樣係唔好嘅，即係你要喺第二段嘅時候清晰話俾個 marker 聽，喂，你嘅故事內容係想講啲乜嘢，咁已經好充足啦。咁咧，我建議咧第一段啦係150字，唔可以過150字嘅。OK， 即係150字一定要搞掂，150字其實已經好多噶啦，我覺得150字已經好多。第二樣嘢啦，第二段大概要幾多字搞掂晒咧？250字內啦。OK， 即係 I mean 個起端啊，起端連埋呢一個第三段咧。用250字搞掂，大概即係簡單地講，我俾咗提示你哋啦，就係簡潔清晰，避免冗長，讓讀者能夠理解後文便足矣。OK， 咁咧令到個 marker 對你有個好啲嘅觀感啦。仲有一樣嘢就係我講埋先，點解我話最尾嗰幾段咧會睇？因為最尾嗰幾段係你升華啊嘛。OK， 一篇 level 5以上嘅文章，同埋一篇啱啱好 level 3嘅文章，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睇你嘅升華，睇你升華。如果你升華咧係冇嘅。咁其實佢已經打咗個分數俾你，喂，你一定唔會過嗰個 grade 噶啦。但係如果喂你後面個升華，喂寫得好似幾靚喎，咁佢一定會更加令到佢想睇呢篇文咯。OK， 咁所以最尾嗰幾段都好重要。咁大概喺度講一講啦，一陣講到最尾一段嘅時候先再講。好啦，咁之後抒發情感啦，即係我嘅一個建議係咩呢？就係通常啦，我會記完一件事啦，就即刻咧去抒發嗰個情感嘅，即係描寫對我嚟講咧就係一個補充啦，我會話係一個補充啦。咁但係咧描寫嘅時候 ，OK， 唔係抒情，唔係記完事嘅時候咧，我通常咧都會直接抒情嘅。例如啲乜嘢咧，可能就係回憶完當下嘅嗰個情緒或者困惑啦，可能就握緊拳頭，心中嘅鬱結難以紓解。咁啦，呢一個結構說明咧，講一講先。我嘅題目咧係自此之後解開了心結嘅，我終於解開了心結。OK，
呢個參考嚟啫，即係我以呢條題目咧去寫一個 pattern。OK， 好啦，咁第四段咧做啲咩咧？當然就係承接翻啦，就係講下件事點樣發展啦，推進下個情節啦。OK， 例如矛盾如何加深啊，點樣有衝突啊，點樣有挑戰啊，又抒發下情感啦。咁呢啲都唔需要講。咁但係咧，我建議係啲乜嘢咧？就係呢度見到啦，例如 OK， 你嘅發展咧，個情感啊，可能係咩咧？焦慮、失望。OK， 焦慮或者失望，我嘅建議呢係情緒係負面為主嘅。何解要以負面為主呢？就因為我會教你一個 skills 咧，就係叫先抑後揚。咩叫先抑後揚呢？一陣再講。OK， 好啦，去到第六段啦，就出現咗個轉折啦。何謂轉折呢？就係件事出現轉機，有他人幫助，自我覺悟，導向一個積極嘅方向。呢個時候咧就講先抑後揚啦。抑係講啲咩啊？負面嘢，然後揚係講啲咩？正面嘢。簡單啲嚟講，我哋成篇文咧，我嘅建議係點呢？就係一開始咧，你係一個對呢件事或者你嘅性格有啲不足嘅，即係好簡單啫。我哋如果要寫親情嘅題材，我哋點樣寫得比較合理啲呢？就係我哋要一開波嘅時候，我哋會寫自己係一個不孝子。然後我哋就要轉折啦，我哋要轉折，我哋去到故事嘅最後，我哋唔可以話俾個老師聽，我哋仲係一個不孝子啊！我哋要講我哋喺個故事入面學到啲乜嘢，就係學到點樣去同父母去溝通啊，點學到原來知道原來父母為你付出咗好多嘅。OK， 呢個就係所謂嘅轉折。個轉折個轉啊，係 for 你啲咩呢？係我嘅轉變。所以你成篇文入面咧，我建議啦，係一定要一開始咧，為你嘅性格，為你嘅情緒 ，OK， 性格再加情緒咧，係一個負面嘅狀態。咩叫一個負面狀態咧？就係你唔可以寫你係一個一開始就嗱，例如好簡單啫，我哋以不完美嘅色彩呢條題目作主啦。OK， 點樣寫到一個高分嘅不完美嘅色彩嘅題材呢？ OK， 一定呢，嗱，我寫清楚啲先。不完美嘅色彩 ，OK， 呢個題目我哋點樣寫到一個高分嘅立意呢？不完美呢樣嘢係咩嚟噶？不完美呢樣嘢本身係負面嘅，我哋不完美好明顯係負面啦，你唔好同我講話係一個正面嘅嘢啦。咁色彩係咩嚟呢？色彩係正面嘅嘢嚟嘅，咁順便查一查呢條題目啦。OK， 不完美係負面，色彩係正面嘅。你試想一下先，我哋做一個 marker， 我想睇正面嘢定係睇負面嘢啊？好明顯係想睇正面嘢噶啦，所以負面嘢呢係唔需要寫噶啦。OK， 唔需要寫，即係去到最後故事終點嘅時候，就要睇下你點樣轉變呢樣嘢。咁如果我寫不完美色彩，我會點寫呢？好簡單啫，我會寫自己呢本身係一個我係一個追求完美嘅人。OK， 我係一個追求完美嘅人。咁但係呢，發現啲咩呢？追求完美只會點啊？痛苦不堪。OK， 追求完美只會痛苦不堪。例如啲乜嘢啊？即係我哋比賽一定要拎第一。OK， 例如我哋考試一定要拎第一，一定要拎100分。OK， 追求完美只會令到痛苦不堪。呢樣嘢係咩嚟嘅呢？呢樣嘢係負面嘅，咁但係我哋成篇文，我哋唔可以寫負面噶嘛。我哋點樣扣翻不完美嘅色彩呢？色彩呢樣嘢係正面嘅。OK， 所以咧，我去到最後嘅時候咧，我哋要點呢？我哋要經歷咗一連串嘅嘢啦，經歷完一連串嘅事，我哋去到最後要點呢？我哋最後要變翻正面。點樣去正面呢？就係我哋要有個轉變，即係我哋人物上面有個轉變啊。係咩呢？就係學會接受不完美。學會接受不完美呢一個咪就係一個最好嘅轉變，亦都係一個正面嘅價值觀咯。去到最後 ，OK， 正面嘅價值觀呢一個正正就係 Marker 中意嘅嘢。
咁咧，如果你話你一開波嘅時候咧，你已經係一個好樂觀嘅人啦，一開始咧已經係學識咗接受不完美，咁呢個故事咧就好平扁啊，即係冇乜嘢篇幅，冇乜嘢層次。但係如果你開波嘅時候，我寫我哋自己係一個追求完美嘅人，然後去到中間嘅時候咧，發現原來追求完美只會痛苦不堪，再去到最後經歷咗一個轉折啦，就係發現咧我哋係可以學識接受不完美，最後點樣啊？就係繪上一個色彩咯。繪上色彩，原來不完美也是一種美。呢個咪正正就係考評局想見到嘅嘢咯。因為見到你喺篇文入面有轉折啊嘛，轉折呢個呢，就係我想講嘅轉折。可能件事出現咗一個轉機啦，令到你成篇文章由負面改變落到去正面嗰度。OK。咁呢個你篇文章咧就會有轉折，例如咩啊？原來只要勇敢跨出一步，問題就可以迎刃解決。OK， 就係咁簡單。OK， 即係你個故事浪就係咁簡單。OK， 要將你嘅角色咧變成有轉折、有層次嘅一個人。OK， 即係你本身係有不足嘅，去到最後你經歷咗啲咩啊？反思，經歷咗轉折、反思再加轉折，最後點樣呢？OK， 改善咗你嘅不足，呢一個 OK 就係一篇文章入面，我認為咧最重要一樣嘢。OK， 即係我建議簡單啲嚟講，如果你想寫嘅立意係咩呢？你想寫嘅立意係一個勇於追夢。OK， 即係個道理你想表達嘅係勇於追夢。咁你開始你個故事咪就寫你係一個好輕易放棄嘅人咯。再唔係啦，寫親情，我當你係想寫，最後就係我哋要珍惜親情。OK， 咁你咪開始寫話你掛住追求名利、追求社會地位，然後忽略咗照顧父母咯。OK， 即係你想表達嘅嗰個立意呢，表達嘅立意與故事我一開始嘅性格係完全相反。寫錯字，咁樣就已經係一個好靚嘅故仔嚟噶啦。OK， 即係你話俾人聽你本身嘅不足係啲咩咯。OK， 好啦，咁最後咧第8段嘅時候咧，即係差唔多啦，就完咗個結局佢啦，交代下件事點樣解決啦，然後抒發下情感啊，即係簡單啲嚟講，我點樣判斷到你成篇文勁唔勁啊，決定你高唔高分呢？就係第9、第10段嘅。咁第一樣嘢咧，我分為咗咧。就係我哋寫一個立意啦，立意係啲乜嘢呢？我會當佢係咧成篇文章嘅一個道理。咁所以呢，我哋首先第一樣嘢啦，我會寫啲乜呢？第一樣嘢我會寫個人層面啲嘅。個人層面上面呢，我哋喺呢個故事入面呢，我哋學到啲乜嘢道理同埋成長咗啲乜嘢咯。例如就係啲咩啊？呢次經歷令到我明白到溝通遠比逃避更加有力量。OK， 呢個係一個人層面嘅嘢。咁我就反思呢樣嘢啦，可能寫一段仔就反思下自己。喂，原來一直以前都係做錯咗嘅。原來我今次經歷咗咁多嘢嘅時候，我明白到啲乜嘢，我以後呢就會點樣，然後抒發下。好，第10段呢，就我會認為呢係最高分啦，即係決定你高唔高分嘅一個最重點嘅一樣嘢啦，就係乜嘢呢？就係由個人嘅層面推到落去社會層面咯。OK， 由個人層面推到落社會層面，即係你要諗一下，喂，有啲乜嘢可以提升到文章嘅層次？有咩可以直中評卷呢？簡單啲講，就係由個人反思落到去社會度咯。即係好簡單啫，就係你寫親情，OK， 你寫親情，你就話你自己係一個追求名利、追求地位嘅人，然後忽略咗照顧父母咁樣，OK， 咁一開始你就喺度反思緊自己，然後去最後嘅時候呢，就突然之間推嗰個層面，推到落社會層面，就講啲乜嘢呢？就話其實原來社會上面呢，都有好多人呢，都淨係掛住追求名利，掛住追求一啲社會地位，然後忽略咗照顧父母咁樣，OK， 然後就話全世界嘅人都有呢種弊病，然後就開始要講扣分條題目去抒發呢個道理出嚟，咁樣就叫一個升華。咁但係我就唔想喺度講太多啦，因為呢一個呢唔係一朝一夕嘅事，但係純粹就係話俾你聽，我哋喺篇文入面我哋要做到咁樣嘅一個地步咯。OK， 好啦，咁最後就係一個結尾啦，咁我就唔講啦。那封信呢，仍然至今呢，躺在我嘅
抽娣女啦，提醒住我勇敢嘅模樣啦。咁我建議咧，最尾一句嘅時候咧，嚟個首尾呼應咧，其實已經係好充足噶啦。即係好簡單啫。咩叫首尾呼應咧？可能就係你一開始喺篇文入面見到嘅嗰個景象，OK，去到最尾嘅時候可以再寫翻個景象出嚟，但係你嘅心境已經唔同咗啦，OK，即係環境一樣，但心境已經唔同咗，OK，咁呢個可以參考下啦，OK，咁我就唔等寫出嚟啦，呢個就你有聽到嘅就可以記一記啦，即係你開始喂就話。可能你見到嘅係見到嘅係烏雲 ，OK， 然後就搞到你好沮喪。但係經歷咗一連串嘅事，經歷咗喂知道乜嘢叫生活嘅美好嘅時候，去到最尾啦 ，OK， 你嘅心境有咗唔同嘅轉變。就算你再望到呢個烏雲嘅時候，你都唔會再次感到沮喪，因為你心境已經截然不同。OK， 咁樣就係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呼應嚟啦。OK， 咁呢個就聽到就聽到啦，聽唔到就算。OK， 我覺得呢個 skill 係幾重要。好，咁之後咧就繼續講啦，就係。總結一下啦。首先第一樣嘢啦，我哋寫一篇記名書嘅時候咧，我哋要記住啦，就係我哋有情感同敘事嘅交替啦。即係首先第一樣嘢，我每一段記敘之後咧，我都建議抒情一下嘅。OK， 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比較能力比較弱嘅人咧，我建議係提醒自己記敘完嗰件事之後就即刻抒情。我哋將每一段每一個起承轉合拆分咗一個唔同嘅碎片，而每一個碎片入面咧，你都要記住咗一樣嘢，就係嘗試一下即刻。當場地輸一輸個字，等陣。當場地記一記，要抒情翻出嚟。OK， 好，咁即係講一講，喂，喺呢一段入面，你想寫啲乜嘢咁咯？OK，咁之後就講一講轉折嘅重要性啦。就係你一開始嘅時候，我建議就係你要有一個不足嘅性格啦。OK， 即係你有不足啦。OK， 你有缺點啦。然後你要去最尾嘅時候咧，想抒發翻嗰個情感。OK， 唔係想抒發嗰個道理嘅時候，你咪就講自己反思咗咯。反思完之後就明白到，喂 ，OK， 叉叉的重要性。OK， 孝順的重要性，勇敢的重要性，溝通的重要性。OK， 咁呢個叉叉咧，當然就同翻你嘅不足有所掛鈎啦。OK， 咁其實就係咁簡單。OK， 我覺得係簡單嘅呢樣嘢。好，咁繼續講啦，就係升華技巧啦。咁升華技巧咧，我就唔係好想等講多次噶啦，就好簡單啫。我哋就係要記住，我哋咧寫一篇靚嘅文章，我哋一定要有個人感受，點樣推展落到一個普遍意義啊，即係推展到喂社會上所有人都有咯。OK。例如將初心連結到堅持嘅價值，或者匠人精神等等嘅立意，咁我呢度唔等重複講啦，因為都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嘅事。OK， 咁所以就話俾你聽，如果我哋想嘗試一個升華嘅時候，就點樣推展由一個個人感受推展落到一個普遍意義，推展落到一個社會層面上。OK， 即係唔係再關乎自己，而係關乎呢一個香港嘅事，關乎呢個社會嘅事。OK， 好啦，咁咧。呢個結構咧，即係備註翻啦，即係澄清一翻，就係可以依照翻你嘅內容彈性調整段落數啦，但係需要保持一個鏈啊，咩鏈呢？敘事、抒情、升華。OK， 總結而言，以上脈絡咧都係為最基礎嘅版本，不過脈絡係咪高階，脈絡都應該包括以下段落嘅區分。OK， 就係敘事、抒情、升華同埋先編後報，就係咁簡單。OK， 好啦，咁咧以上段落分佈只供參考，注意翻。OK， 咁之後呢度咧就係如果你可能臨考試嘅時候想重溫一下點樣寫一篇文嘅時候 ，OK， 溫呢一個部分就足夠啦，溫呢個部分就足夠。咁就以呢個第一堂，應該係第一堂，就以呢一個部分作結啦。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溫習文章脈絡一律啦，就係我哋要開首倒敘結果、關鍵畫面或者高潮，然後埋下意象啦。咁意象我未講，亦都唔會喺呢一個課程度講噶啦。第二樣嘢啦，就係引入一個背景同埋起因，交代人物、場景細節去綜合主題啦。由撰寫經過引出更多情感。咁當然我建議就係負面啦，例如難過、不捨、自責。最後轉折就係點呢？由本身較負面嘅故事轉為正面，然後就係正面解決個結局啦，帶出一個我嘅個人成長啦。即係你點樣由不足去令到你變成一個充足嘅人啦。OK， 我諗唔到嗰個 term。OK， 最後一樣嘢就係升華。OK， 就係推展你嗰個道理去到一個普遍意義啊。例如可能佢係你嘅喺社會上面有啲乜嘢問題，或者可能佢點樣改變咗你人生嘅心境，改變咗人生嘅價值觀，有啲乜嘢新嘅人生態度。OK， 咁到最後啦，就係呼應翻意象，首尾呼應，圓滿文章就係咁。OK， 咁第一堂就係咁。OK， 好，就係咁。OK。咁下一堂就睇下我得閒幾時再拍啦。咁下一堂最主要咧就係教大家點樣審題，點樣去溫作文。OK， 好，就係咁，再見，拜拜。